11到是1到10的，你看录了，1到10的那个数字。那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然后我接下来讲它11到20，11到20，你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男。对，就这20比较清晰，然后20是男。厉害吧？那我们现在开始那个正题，那个自行车零落化为自行车，接着说对。那有一个很神奇的表达，跟你说，你知道修基地是什么意思啊？修基地修基地嘛，想想看。我给你修基地说了，俺不晓得那些。我为什么要电脑带起来？什么？我为什么要把电脑带起来？我觉得有点傻。笔墨不太好啊。你坐下来拍吧，你这样。不，我觉得这样子好舒服一点。小鸡。小鸡的。修基地就是零钱，但是。工资吧，应该是。工资是那个硬币。硬币的那个零钱，不是。工资是硬币。谷子是什么鬼？应该是饺子吧，应该是鸽子，对，是吧？零钱，但零钱比较。不应该是鸽子吗？鸽子。这个是比较有，这是一种比较。再一遍修基地。修基地。然后零钱是比较多的说法是零 C。零 C 啊，零 C。你知道为什么要修基地吗？不知道。因为就你出去逛街，你直接不去买东西，他就经常有人说你，修基地哪里？万一就以前农村里万一出去走，踩死人家的小鸡，要赔钱。要赔钱。对，修鸡。我还以为拿小鸡换钱了。妈呀！竟然有这种操作！你喷点水啦。是的。不行，我要拍一波男模的造型。拍男模。太帅了，男模这造型。太好了。男模的美腿。来，拖着。男模的教室第一美腿。Long leg。好，那我来讲动词起来。你知道你梦幻里面有个嚼的那个。嚼东西，对。咸。就是有点像是。这不是10的那个发音的感觉吗？对，很像。写心呢。写心。不是那应该就是10。然后。不用呛。有一个很神奇表达，我也能说到，就是一个东西灭掉了，东西捂丢了。跟蜡烛啊，半支蜡烛啊，那个吹灭掉，嗖。有些比较老派的说法，就灯关掉，得捂，因为那个绳子嘛。得捂，那个嚼线怎么出来？咸。不是，整个句子。细嚼慢咽。这个好像没有这么说。说吃东西啊，细嚼，对细。有妹妹写。妹妹写。还有还有就是扔这个动词呢，有很多。滚。你们能想出来吗？一个是卡掉。就是一个是直接它是那个看狗吃，安狗吃，海狗吃。海狗吃。还有一个谁狗吃。这个。过去。我想到那是骂人的话，那个不能细狗。谁狗吃？这个细狗的。那不一样。谁狗吃有点是一个要伤人的意思。但是一般就看这个意思应该是一样的，都是表示扔。这我也分不太清场合有什么区别。那具体情况。他经常会说看东西，东西都会说。应该是差不多的意思。搿期我感觉更加家常一点。我家里经常说搿。我们家经常说的看搿期，丢，看丢。东西看丢。那还是有点区别。扔掉就东西扔掉是东西看丢，但是丢，但是没有海丢。对。海就是纯是那个扔的动词。然后来讲一些习惯。你知道那宁波话里有一个
就是时间状语，就是闹的那个。放捏。我来具体造一句句子，就捏咱们干就。现在怎么样？就很奇怪，跟闹发音有点像。哦，那现在下面我来讲点吃的东西。上次讲了一堆吃的，搞得我刚吃完饭就饿了，你知道吗？亲家，切家。苏特糕，对，苏特糕，米米的，米米的。哎，这你确定不是上次我们语文课上一起讲的那些吗？那一堆吧？上次数学课。哦，比较神奇啊，卡锅子。啊。这科的音啊，宁波话里发卡锅子，还有那个鸡脚爪。啊。就是鸡爪，它鸡脚爪。鸡脚爪。鸡脚爪。黑脚爪。还有那个手指甲叫须子壳。但这显然。但手指甲你要归到吃的一类吗？没有。那还有那个紫菜啊，叫啥？铁溜。这是紫菜。对，紫菜叫铁溜。还有什么？那个说的鸡。鸡那个字太难写了，我写不出来。是什么？而且这发音也是。就咸菜。哦，好像就是一会儿在宁波话就一种，就是我第一次听到，就一种就是你可以这么记，就一闪，一种，真的非常好熟啊。然后呢，一点点就应该，就应该，言有表示小的意思啊。应该就应该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比较。哎，南摩，你能分一下一年和一天的那个读音区别吗？一年。我经常这两个。年就是你，一天一年。哦，年就是跟热的发音是一样的。哦，晓得了。就跟年。年的色系。还有一种吃的，麦芽糖，咚。然后那个，那叫小腿叫什么？尖牙肚，修尖牙肚有时候，但这小有时候会省略，就是尖牙肚。你确定是这么写的？角娘肚。我的天呐！那还有大肠，老煎泡。老煎泡我肯定可以写出来。这个还有那个猪蹄是不是？蹄泡对。是这个榜吗？这个是胖，就是蹄泡。胖是你以为是很胖的？不是，那个膀就是那个肩膀的膀。还有那个，还有那个脚踝一样的，这可以的。其实就是你可以这样记，就是“怀”这个音在宁波话里应该是发那个克的音，足字旁，这可以。脚踝呢？耳朵发泥肚，这个还发，就你要想二是发泥的音，耳这也是发泥的泥肚。干什么？不太咕，鼻子叫不太咕。应该那个咕的话，应该好像是有个字，但是我不太清楚，它好像是跟这个有点像，你可以这样说。应该不是这个咕，但我也想不起来是哪个咕。然后还有那个，那我现在讲的形容词吧。让你在宁波话里面形容一个东西很脏，怎么说的？我操！不是，就是形容词说它就纯粹说它脏，就你心了。你心。这你有没有觉得很难记啊？不难记。你让我想个词出来，我就会想。你心挺日常的呀。对。那我是面对非宁波话母语就是在进行教学。其实我宁波话是母语，但是我真的只会听不会讲。那只会听不会讲，不知道什么。我的妈呀！你心里可以这样子。郭靖表示我一脸嫌弃。他没有一脸嫌弃。然后郭若子比是一脸冷漠。你心就。那你心就脏了，疑心了。然后，经常你是不是有人听根本咋意义？
有听说过吗？没有。才艺，听过。怎么办？对啊。就是这个字其实是这个音。哎，那不是咋贝贝了？咋贝贝？咋贝贝不是很地道，咋意比较地道。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很神奇表达，奏。奏不是没用吗？奏了。等于在干么奏了？哎，奏文宁波话里面比较正常，舟山话里面非常常用。我们宁波话经常说，一个东西唔奏嘞。等于在干么奏啦？不是，我们宁波话经常说我们一个东西唔奏嘞，跟提脑考提脑唔奏嘞。但是舟山话里面啊，说是，这东西在干么？就是说，你说宁波海鲜不新鲜，就是这是在干么奏？哎，对，就是表达质量不好有。不是，它就既可以表达东西，也可以表达事物和人，都可以说唔奏。就它感觉说的比较多，我感觉。用处比较多。而且是没拍到那个。号是不是一直没有拍进去？哦，我那个学生跟学校，学生高三，然后学校，我懂。然后那个，我现在不是楼下开樱花嘛？这个发音很奇怪，这樱花宁波话就樱花，但是樱桃呢，昂多，这个比较诡异。然后还有马鲛鱼有两种，魔公还有个魔干，还有那个，再来讲几个成语吧。哦，这个成语我估计第一个你们应该听到过。啊，搞起来噻，那先讲这个也可以。搞起来噻就形容一个东西乱来，很乱，很乱。然后，好不来切，这个就普通的词，好不来切，就表示一个东西比较乱，就是什么堆放的杂乱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就很乱也是表示。我妈每天形容我东西咋嘎我不来切了。然后是那个马发财气，那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写啊。你上次啊马发财气。哎，你确定上节课没有讲马发财气这个词吗？上节课绝对没讲。马发财气就形容一个人做事很粗糙、丢三落四。那还有个类似的推断论文。推断论文跟马发财气差不多，也是形容一个人做事很粗糙、丢三落四那种。然后再讲个动词，然后宁波话洗怎么说？就洗东西洗。夹。对，夹。我感觉你音好像发有点就夹。我发音从来是你模仿夹。夹一造夹。这个字呢是3点水一个兆。那洗澡就夹宁，然后夹一造。来夹虚啊。夹虚，这比较常用的表达。还有呢，还有一个很神奇的，就是你知道宁波话比喻一般是比喻句怎么说，知道吗？就你有没有感觉，就是说一个东西像是你可以先说像，但是你不一定要先说像，你就直接说一个东西，然后加一个干，结果就可以，就根本干，这不是比喻啊。造个句子。反正就是造个句子，你能想有什么东西啊？面团，他的脸上太大饼一样。你可毛病呀！干啥了？你们俩你洗啊？我没事洗了。哦，那就是。饼一样。那你咋干跑了像鱼呀？一个名词，有副名词短语加上一个嘎。就我用日语的评价来表示啊，就用来比喻一个东西，就是说，这前面是个主语，然后逗号，然后什么什么嘎，就是这东西像什么一样。哎，又什么怎么说？什么又什么？又
又大又圆，或者又一斗一。但这个好像不是很地道的。我想说，有是有，没有，我想说，你看那灯泡，它又大又亮。一刀一亮，又大又亮，就像它的眼睛又亮。直面发音是这样。你凉了，跟你说。老婆，我错了。哦，还有就如果说你字写的很差吧，就哈博也。那我再普及一下食堂饭菜吧，怎么样？行。食堂饭菜。食堂。不是那个，不是食堂，我们阿姨有宁波人，你可以跟她说那个芹菜就芹菜，青菜就青菜，然后娃娃菜，番茄炒蛋，娃娃菜有番茄炒蛋，然后牛肉就你看我发给你们，就是经常就牛要那个营养导就有这样放牛，其实是牛，然后排骨就扒骨，山药就三叶，这个一样，鸡块萝卜萝卜，冬瓜是冬菇，然后还有在普通话里面金和金鱼是有点那个是有点难以区分，那宁波话是可以区分，就一个锦。我还以为这是2个字呢。一个是这有点像是秦的那个宁波话，锦。然后那个一个是金，就是金。那个这个还有那个金鱼其实金鱼。很多人说金鱼是那个金龙鱼，会有人说金鱼。金龙也有。不是金龙鱼是那种大胡须的，那个普通金鱼就是那种小金鱼。对，小金鱼。还有我发现一个。可以用完美的用日语片语来表示你。来。我上次好像说过世界就是。没说过你。斯嘎。是这么写。你上次是不是说司机跟书记？没有，我是发现这个可以完美用日语。斯嘎。但似乎写有点丑。斯嘎。还有那个宁波话喝水一般吃足。喝茶。足要吃吧。然后那我家哈斯吧有，但是不是很多，但是吃素就吃足是最地道的。吃素有点像喝尿的感觉，因为丝就是那个尿的意思呀，打丝口。你想知道那个吗？哪个？那算了，不讲，结束了。讲四川米爹公是吧？是啊，你看他的脸呢，又大又圆。